最近四川廣元武警支隊營門口嘅監控視頻錄到買棺材唔知訂嘅一幕。話說夜媽媽有位仁兄跑到武警門口嗌救命，話俾班友仔追住我要收我皮。哨兵執勤武警一邊保護住仁兄，一邊 call 支援。1分鐘時間，3人應急小組帶住裝備殺到。監控視頻顯示，連支槍都已經上咗膛㗎啦。隨後跟嚟嘅嗰2件追兵當場剎車。本來以為全劇終㗎啦，誰不知高能嘅部分先啱啱開始啊！追兵裡面嘅一位黑衣女俠閃亮登場，只見佢面對衛兵神聖不可侵犯嘅警示牌，一個箭步向前，麻鷹捉小雞咁張開雙臂護住同伙。哨兵警告佢退後，唔知係咪梁靜茹俾佢嘅勇氣，佢非但止唔聽，反而直接上手推搡哨兵，將武警官兵當成係小區保安咁。坤哥話：對上一個咁樣做嘅人呢，係悍匪白寶山。大佬啊，精神病人唔係免死金牌啊，精神病人一樣會急性銅鐵中毒而死㗎。所謂嘅醉酒鬧事全部都係假嘅，一槍落去全部都變返正常人，眼神都清澈埋。我想講呢，黑衣女子大概唔知道自己今次嚟成為3等功有幾近，以為飲大2杯屎水呢就冇事。佢嘅行為唔係普通糾紛啊，係阻礙軍人執行職務嘅刑事大戲，好容易俾人清空彈夾㗎。呢個好小眾嘅罪名叫做阻礙軍人執行職務罪，指嘅係用暴力威脅嘅方法阻礙軍人依法執行職務。黑衣女子明顯就係符合本罪嘅構成要件啦，後果就係3年以下嘅基本版量刑。坤哥話：咁呢個罪名好輕強啫，點解冇專享版3年以上10年以下嘅量刑嘅？我想講呢種罪名呢，都係冇3年以上嘅選項㗎。但凡做得再過分啲呢，都冇得企上去法庭受審，係已經無痛投胎重啟咗人生㗎啦。呢種罪名只有3年以下同埋直接死2種選擇。呢個罪名嘅定罪量刑同犯罪事實嘅嚴重程度有相關，但唔多，主要同你嘅八字硬唔硬有好大關係。因為根據我國反恐怖主義法第62條，你玩大咗或者立架撐嘅話呢，武警有權先警告你，佢覺得警告無效，係可以直接選擇自邊兒。獄友問你犯咩事入嚟啊？你話冇。我單人匹馬面對3名持警棍武警同埋1名955槍已經上膛嘅武警，公然衝擊國家正規武裝力量。以後我嗰張有犯罪證明呢，會寫住曾因阻礙軍人執行職務罪而判刑2年，真係威過閪過糯米雞咯。武警溫柔克制係為守護百姓，法律嚴肅冷酷係為懲治猖狂。呢件事警醒全社會。自由有邊界，做人有底線，敬畏法律、敬畏秩序，係每個公民嘅基本底線啊！關注我愛江律師，你會幸福㗎。